来继续来到桃园滨镇，有家长带囡仔到当地山珠顶公园来佚佗，结果小男童去互不明的烟线夹着颔棍受伤了。原来是有两个小朋友恶作剧，把树仔顶的茎仔扭长，绑伫椅仔顶。这个小男童骑车骑过，瞬间去夹着颔棍摔落涂骹。但是监视器拢无翕到代志发生的过程。议员是质疑讲，这个公园将做安全的死角。警方已经找到恶作剧的囡仔家长，通报教育局安排辅导。这个查甫囡仔颔棍有一条长长红红的痕，家长惊一条，赶紧带囡仔去找医生。想袂到讲去公园佚佗，会耍家发生意外。一个不知道的幼儿园的孩子，他自己滑步车经过就受伤了。医生说，如果再深一点，就是颈动脉。议员这个公园的安全性有问题。顶个月29，桃园市平镇区有大人带囡仔去山顶公园佚佗，囡仔好夹伫树仔顶这条茎仔去缩着颔棍啊。家长讲当时情形是安尼，有两个囡仔差不多读国校啊4年，恶作剧将树仔顶漂浮白底用这个茎仔扭长了后，绑到步道对面这个长椅仔顶。伊个囡仔骑出租车经过，根本就无看到，速度虽然无紧，不过嘛是好扭着颔棍啊随便签。我们制作相关偏差行为的记录表之后，就通报给教育局啊，回归教育体系来处理。我们把各个角度的这个资料都调了出来，就发现在这个多方的角度都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孩子受伤的状况。公园监视器拢无翕到代志发生的经过，加在警方有去找到恶作剧囡仔的家长，教育局嘛安排家庭辅导。对，随着老师去把小朋友找出来，然后帮大家家长讲一讲，这样子意思，就拿个意思，这样子就解决了啦。双方家长已经和解，是讲欢欢喜喜去公园佚佗，却因为别人的恶作剧来受伤，这个囡仔心内恐惊会有阴影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